在光明中永远学乐，全能上主伟大创造。即马来唱第一站。歌的旋律无困难，比较较难的是字甲音爱唱互对，有足侪字啊，爱唱几若个音，亲像第四谱表中的彰显上帝关能创造，所以这要唱彰显上帝。所以字甲音爱看清楚，对号音吼。咱即马过来唱，过来唱第二节甲第三节。我们唱第二节就好了，来。好，我们练第二首。再一次，前奏来。树头起，吹鸟花语，地流时，溪水比草木青，水水过江里。我看见上帝的疼，充满的万里。一支草，一点露。天命地别大主爱，一口气，一滴水，消失万我命的风息。啊，
心，哦，罗里从主大观音。好，间奏，差不多了，间奏完我们再唱1遍半。间奏是从哪里？从副歌吗？还是不一定？从那个一字草那边。副歌对，是从那边。好。对。总共是1遍半嘛。对，所以可能是你弹，是前奏就从刚才你弹的，对。2首，对。这是1遍半嘛，总共。1遍唱完间奏，然后再唱最后1遍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练到这。我跟丽丽说一下顺序。间奏我可以念稍微，也不会太长，就一点点而已。念完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再回头从头唱1遍，然后再唱这1遍半，对。好，对，好刺激，真的是有这口水。下个节大家平安。昨昏甲今仔日天气差足济啦吼，咱起来安尼小可落雨，但是嘛较冷吼。所以但是咱敬拜上帝心，咱感觉遐尼热切啦吼，真感谢主，咱大家到伊面前。即礼拜算咱旧历年的最后一礼拜，吼所以咱真感谢上帝，对年头甲年尾拢看顾，也目睭拢照顾吼。咱希望咱的过去1年久嘛，共款疫情安尼继续咧发生，总是有较缓和吼。即摆咱会当自由来出外来敬拜咱这上帝对咱这个土地的怜悯。咱来即是来感谢来祈祷，
我们上帝的神意愿伊在咱中间，新的年一开始，意愿会当得到伊满满的祝福。吼，咱三个来感谢。恩典满满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会通伫清早、寒冷、小可落雨，总是阮意愿会当来到你的面前，朝见你、敬拜你。愿你的神即时临在伫阮中间，拍开阮的心门，对牧师来的信息，搁一摆来提醒教示阮。感谢你一年来的引带保守，阮也恳求你，要来一年依然继续看顾，互阮会通生活伫你的祝福甲稳定里面。当阮将今仔日的敬拜对牧师的讲台以及每一个服侍，拢摆在你面前。啊，阮将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也交托伫你，伫你拍开阮的心门，对你也来得到感动。阮将今仔日礼拜交托伫你的手，祈祷恳求感谢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大家平安。即摆咱来练习今仔日要唱的诗歌。先信息第8首，夜幕观看，强抢无强。请司琴团，咱做伙来念歌词，第19、第30。请夜幕观看，无限强抢，千万星星布满天空，火海照成光明系统，宣扬上帝创造万物。日头出现，东升西落，彰显上帝关联创造，一发光辉，照遍宇宙，施展大能，统管万有。第20节，黄昏日落，月亮出现，光照大地，故事连连，无言无语，讲起由来，学乐上帝圣洁光彩，伫伊周围无数光天，亲像万千灵灯闪烁。一面欢呼，一面运行，学乐上帝圣实温情。第3节，2月天时，无分节令，长期静谧，运转无停。虽然当时无出声音，遵照天律，发出光明。世间众人欢喜来听，强抢传出荣耀的声，在光明中永远学乐，全能上主伟大创造。这首诗歌的旋律啊，无困难，比较较难的是音甲字啊吼，唱好着有少侪字啊，爱唱几哪个音，亲像啊第4谱表中的彰显上帝关联创造，哦，所以啊字啊甲音啊爱看互清楚啊，对互音，即马咱搁来唱第20节甲第30节。请啦，黄昏日落，月亮出现，光彩大地，故事连连，无言无语，讲起由来，学乐。上帝
灵魂意，我老兄弟心心问界。第三站，你为其心无分界里。好，再一次，第三站，过来唱一摆。你为其心无分界里，能记真命，温暖我的虽然担心无处相依，真叫的路画出个名，情人情人欢喜来听，强强团出阴阳的声，地更明亮，眼弯落落，在你相助，伟大创造。这首诗歌的作词者阿迪生啊，伫写这首诗的时阵有讲，当有理性的人啊，伫伊所看见的每一项事物中，同时间看见上帝的智慧甲观念的记号，伊的信心甲虔诚自然会增长。天地的形成是清楚证明上帝的存在。这互囡仔有理性的人，伫生活繁杂的声音以外，拢爱详细听，因为世间万物拢充满上帝的恩典。咱搁来唱，万物充满你的恩典，万物充满你的恩典。下一首，第二首，万物充满你的恩典。春风吹来一阵摇篮花香味，树头枝切鸟欢喜你饮食，溪水比草无清脆，水果甘甜。我看见上帝的疼，充满伫万面。一枝草，一点露，显明天白大慈爱。一口气，一滴水，修出万万苗的红石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心良的主的来临，阿罗你创造大观念。上赞上帝的名，就应要归乎伊，是每一个受造万物应该爱做的。当咱观看身躯边的一切，特别是对大自然，咱就爱学习上帝的奇妙作为。即摆咱搁来唱一摆，春。春风吹来一阵摇篮花香味，
树头记，切照欢喜的饮食。溪水比草木青水水果甘甜。我看见上帝的疼，充满的万面。一枝草，一点露，显明你被大主爱。一口气，一滴水，收拾完我命的风势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你心中的主的内面，阿罗你创造大管理，一枝草，一点露。一枝草，一点露，显明天被大主爱。一口气，一滴水，收拾完我命的风势。哈利路亚，哈利
恁着学乐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大欢喜伊的命令的，即互人有福气。伊的护卫伫世间的确强盛，正直的人的后代的确要得到福气。正直的人伫黑暗的中间，有光为着伊发现，伊永远无摇绝，其人受纪念，直到永远。请咱即时来吟圣诗308首，阮要唱歌来学乐308首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上帝奇妙的听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上帝至圣的名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耶稣无比的听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耶稣尊贵的名。对日出来的所在，直到日落的大海。阮要唱歌，报人知，伊有丰盛的慈爱，伊的信实到万代。阮要唱歌，报人知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上帝奇妙的听。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上帝至圣的名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耶稣无比的听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耶稣尊贵的名。对日出来的所在，直到日落的大海，阮要唱歌无人知。伊有丰盛的慈爱，伊的信实到万代。阮要唱歌无人知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圣心真美的听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圣心关联的名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三位一体上帝。阮要唱歌来学乐，学乐全年全地上帝。对日出来的所在，直到日落的大海，阮要唱歌无人知。伊有丰盛的慈爱，伊的信实到万代。阮要唱歌无人知。请坐。请咱即时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，伫第7面。好，伊无嘛有来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上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请咱即时来启应，启应文第55篇。启应文第55篇是出对马太第6章来。毋通为着恁的性命，要食啥物，要啉啥物得操烦。性命减毋是比食物较重要。恁看空中的飞鸟，因无种作，无收成，嘛无囤积粮
塞伫仓库。恁减无比因较贵重。恁若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？不过我甲恁讲，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，山野的花草，今仔日缀我，明仔载互人迄落。伊减袂顾较甲恁装摊，所以恁毋免操烦讲，我要食啥物。这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。着先追求伊的主权，甲伊的旨意实现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。一日的艰苦一日长。请咱搁来吟圣诗，圣诗第8首，圣诗第8首，举目观看无限强冲，举目观看无限强冲，千万星辰布满天空，河海交长，光明系统宣扬上帝创造。风光，日头出现，东升西落，彰显上帝权能创造。伊发光辉照遍宇宙，施展大能统管万有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千万
仔坐，咱即时同心来祈祷。至诚的天父，全能的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过去的引带甲带领，感谢你赏赐救赎主，互阮会当对罪恶中脱出，佮赏赐阮有丰盛的性命。感谢你过去的同在，过去的一年，无论阮是欢喜也是悲伤，你拢甲阮三甲同行。感谢你，无论阮会祈祷，你有应允也是无，你照着阮所经历的环境，互阮知你奇妙的伸手永远无离开阮。毋但互阮会当经历你的疼，搁较会当体会你是阮生命中的主宰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伫阮的生命中间，无通夸口，亲像保罗讲，阮只有夸口主耶稣的十字架。感谢你将新的生命来赏赐互阮，阮才会当照着主耶稣的宝血，会当赢过世上侪的试炼。日子真快过，帮助阮时刻会当警醒阮家己，互阮会当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，来引带阮着行的路。主，你是全能全知的主。虽然阮是带罪来出世，你用无变的疼，为着阮来开一条稳定的门，互阮会当进入着你的内面，用诚实甲心灵来敬拜你。主，阮知，阮着学了你，互阮各通学了你的时，阮拢要来学了敬拜你。恳求圣神，就是来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互阮对你的话语，甲阮的学了会当得到激励，会当成做阮的帮助。主，阮看世上侪的事，有时阮学得了解，阮只有顺服，用祈祷来倚靠你。阮知你创造宇宙万物，万项事拢有你的时，甲你的期。阮为着即几年的 COVID-19 甲Omicron 遮的病毒来祈祷，是毋是遮的病毒要渐渐成做流行化？求主你来怜悯，来顾守阮，无顾受着遮的病毒来影响阮的生活。特别到农历过年，侪人需要团圆过节，也是出外旅游，也是出国倒转来的人，拢互阮增加侪的接触的机会。求主你来保守、看顾阮所有人的出入拢平安。主，伫新的一年，阮教会有侪的事工甲阮的计划，阮的要执行的，拢求主你来引带，来赏赐阮的科博士甲所有的同工，拢有共同的心志甲意向，同齐为着你所交托阮的事来拍拼。无够额的，阮拢求主来补助。天气一直咧变化，有时遮尔热，有时佫变冷。求主你来保守阮众兄弟姊妹的身躯，拢交伫主你的手中来看顾。阮伫今仔日，我嘛有8位的青年伫考试。今仔最后一天，恳求主你有缘来看顾因，互因会当通过遮个考试，来进入着因所意爱的学校。主，阮将今仔日的敬拜甲阮的感谢，拢恭恭敬敬来献伫你面头前。
凡咱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咱即时来看上帝的话，咱要看的是创世纪第3章12节到13节。创世纪第3章12节到13节，咱同齐来看。迄人讲：“你所互我做伴的妇人，伊用迄丛树的果子互我。”我就食伊，耶和华上帝对妇人讲：“你所做的是啥物事？”妇人讲：“蛇引诱我，我就食。”咱圣经看到这，咱只是要请圣歌队来献诗。伊要献的诗是，咱圣诗内底吼是着主上帝唱新歌。请牧师讲道，伊题目是听别人讲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后礼拜就是咱旧历的新年，这时牧师邀请咱大家，咱彼此互相祝福，好无？你甲对方讲，甲你边仔的人讲，愿上帝祝福你，全家平安。
我想一个年是要帮助咱，伫即个年的中间，咱毋是咧过年尔，咱是要来享受上帝所赏赐的恩典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无共款的时间内面，阮拢会当感受到你甲阮同在的平安。愿主看顾，互阮伫今仔日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要来领受主你的祝福。愿主看顾赏赐恩典平安伫阮的中间，从今仔日阮的礼拜自头到尾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快乐。愿献上感谢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要过年啊，咱开始准备过年要食的好料理无？有开始准备啊未？也未吼，无要紧。菜市啊，后礼拜拢有开，无休困，吼，咱会使来买吼。啊，不过过了后，伊要休困一礼拜吼，我拢甲恁探听好啊啦，吼，所以恁全一礼拜量就有够啊。过去有一段日子吼，我真爱看电视节目内面咧介绍即个真好食的即个食物，无论是倒一款的、倒一国的，也是讲去到当地咧做食的节目，咱看到这节目咧做食的食物，拢看真好食着。咱拢看到遐食物咧介绍，哇，即个米有偌好食，即个料理有偌好。有时咱得透过别人甲咱讲有啥物款的即个好食的即个路边摊啦，也是店面啦，特别是有人讲迄个庶民美食吼。哇，看到了，拢感觉想要去食看卖。不过呢，我敢有一个胃尔啦吼，大多数的时阵，敢若看听听就好啊，无法度去到现场甲所有食物拢食一个。有时会去夜市啊，想讲夜市的物件袂少哦，买当来食，不过嘛无法度。总是伫看食的节目，也是听人讲食的食物的时阵。拢会伫咱的脑海内面会有一个画面，咱会去想象。一般来讲吼，想象的画面拢会真水，因为咱所想象的拢甲伊设定最好的。虽然咱每一个人所想的会无共款，总是迄个真水的画面呢，会吸引咱，会互咱有迄个动力。想要去完成实现迄个真水的画面，所以后礼拜就是过年啊。我想咱大家拢会计划要去倒位行行的，要安排甲咱的亲朋好友相见面。当咱咧聚集的时阵，咱拢会当做伙来开讲、来分享。你会听到无共款的消息，你会听到无共款的事物。在一只所开讲的物件内面，有可能会引起你的想象。那呢，当你听到的时，你的反应是讲啊，听听就好啊，也是讲我来试看卖咧。今仔日咱所读的《创世纪》第3章，伊是咧演说到第2章上帝创造人的故事。伫第2章的内面，上帝禁止咱人去做一项代志，禁止人去挽迄个会当知影分别善恶的即个树所结的即个果子。即个果子就成做第3章内面一个真重要的议题，互咱人对遵守上帝的话转变做违背上帝的命令。互咱人对一个伫爱甸园内面一个真欢喜快乐的一个情景，转化成做有劳苦、流目屎、流汗的生活。所以，当上帝咧创造天地、海里所有一切的画面，上帝互咱人来管理伊所创造的这个世界。
伫上帝创造的内面，上帝看一切拢是好的。伫今仔日，咱若看第3章第1节开始咧讲蛇，讲蛇伫上帝创造的内面，伊是真诡诈，但是蛇嘛是上帝所看最好的啊。所以伫经文内面咧描写着上帝所创造的动物的内面，蛇是上诡诈的。即个诡诈，其实伫原文的意思内面，若是正面的形容，是讲伊真有聪明智慧，有即个才能伫咧。不过，若是误用的时阵，就翻译做狡猾。不管安怎，可能过去蛇伫无共款的神学的解说内面，有真侪无共款对伊的批判，对伊的解说。总是伫咱今仔要看的时阵，咱将即尾蛇看做是推动即个上帝安排人伫即个世界，上帝安排即个故事的内面的一个角色。咱来看即只蛇，伊出场的第一句话是：上帝敢真正禁止恁食即个园内任何果树的果子吗？即句话所提出的问题，是咧怀疑上帝的命令，也就是讲，将上帝看作第三者，因为上帝毋是蛇咧甲即个查某人讲话的对象，上帝正做一个互蛇咧议论的对象。所以，当蛇提出即个怀疑的即句问题的时阵，伊毋是咧甲上帝讲话，伊毋是咧对上帝咧讲的，伊是咧议论批判上帝。蛇伫圣经内面是第一个互记载讲看起来真聪明的一个动物。伊咧批判上帝，也是讲蛇伊咧卖弄自己的聪明，伊毋是咧顺服上帝的命令。不过查某人伊知影上帝所交代遮的代志。上帝交代伊讲，伫园内面任何树的果子，恁拢会当食。总是只有伫园中间迄丛树的果子，恁袂当食。查某人甲蛇真清楚的咧讲，上帝禁止阮食迄丛树的果子，甚至禁止阮去摸伊。阮若无听，阮一定会死亡。查某人将上帝话听落去啊，甚至上帝无讲袂通摸即件事，伊拢甲加入去啊。查某人讲袂当摸迄丛会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。咱来看，伊真正真严格咧遵守，伊坚持伫上帝命令的内面。伫即个时刻，即尾蛇佫提出第二个问题。伊对伊查某人讲：“无的确吧？恁无一定会死，因为上帝会安尼讲，是伊知影，恁一旦食了迄丛树的果子的时，恁的目睭就会拍开，恁的心内就明白。”恁会有甲上帝同款会当分别即个善恶的即个智慧啊！即尾蛇，伊毋那是带着即个问题，咧怀疑上帝的命令，咧质疑上帝所讲的。即个命令就是上帝伫第2章17节的时阵，已经讲到即个死亡的代志。但是上帝咧讲即个死亡的代志，毋是咧威胁咱人，是咧甲咱人讲，咱人生命的界线。
总是有一个界线伫迄个所在。不过，蛇将即个界线变做是一个威胁，一个恐吓。蛇互死亡成做咱人生命中一个无法度避免的议题。那你来看，蛇伊的计划是要互查某人怀疑上帝禁止的即个命令背后的动机。蛇咧暗示着，伊咧甲即查某人一个讲，上帝原本无爱恁会当知影讲安怎去分别即个善恶。伊嘛咧甲即查某人咧安尼讲，恁若食了即个果子，恁就会甲上帝共款啊。蛇将上帝话曲解去啊！伊透过敢若是一个重复咧复述上帝话，总是伫即个中间，将原本上帝命令的即个重点，甲模糊掉，互人掠无讲到底上帝到底咧讲的即个命令是啥物？伊毋是正确咧传达上帝所讲的话，伊是错误咧传达。所以，当查某人听到蛇的话了后，伊更正即蛇伊所讲的。不过，蛇错误的引用，互上帝的话，互听到的人开始有一个想法。讲伫上帝所命令的话以外，是毋是有另外的选择？互咱人在坚守上帝话的时阵，心就受到动摇啊！蛇的即款的言论，其实伫咱现主时的生活中，敢若嘛有出现，也是讲有一寡似是而非的遮的讲法。听起来敢若对，但是想想的感觉怪怪，也是讲咱听到一直咧不断，一直咧讲同款的话，总是伫后一遍咧讲的时，敢若有聊啊无共。其实这就是要互咱对原本的遮的事物的看法，透过一种讲法。互咱进入到怀疑，互咱在怀疑讲咱原本所相信的是啥物，上尾陷落伫迄个错误的方向的内面。即款的状况其实会出现伫咱的生活中，特别咱会当看到，遮的欺骗，也是讲伫政治内面，也是伫选举的时阵，也是有利益关系，网络的消息。公司内面的同事，等等，遮所有的无共款的情景的中间，拢有可能会出现。真正有时咱会受到遮的言论，也是人讲的这话术、话术的影响。有可能咱本身就存在一寡议题伫地，所以伫不知不觉中间，咱就陷落伫对方的这语言的引出的内面。对方为着要达到伊的目的，伊会不断一摆搁一摆讲出迄个欺骗的白贼话，互你真正去相信啊！咱伫新闻的中间，咱会看到有人定定互人骗，看到警察去到银行的时阵，甲讲你著互人骗啊，伊阁无相信警察的话。其实，当安尼情形的出现的时阵，就是因为迄个受骗的人，伊深信对方所讲的，对方所讲的遮白贼话，伊相信啊。所以，无论是讲白贼的，也是相信遮白贼的，其实拢要为着家己所讲出来的话，也是咱的行为付上代价。欺骗人的，需要接受如法律的刑罚，
相信讲白贼的，伊可能会失去伊家己的财产。所以咱看到当蛇，互查某人的心开始怀疑上帝命令的时，当伊的内心开始出现这个动摇的时，伊目睭所看的，甲真正的拢无共款啊！伊看到园中迄丛会当知影分别善恶树的时，迄无共款啊！正前敢若看到即丛树啊水水啊，所结的果子看起来，甲其他的无啥拢共款。总是伫即个时阵，伊看即丛树所结的果子，伊看起来是好看佮好食。查某人开始想象即个好看佮好食的即个模样，所以食了即个果子，就会当知影得到智慧来分别善恶。伊伫即款的想象的内面，伸手挽了即丛树仔的果子，满心期待咬一喙，食了即丛善恶树的果实。阿当迄个时刻嘛徛伫边仔，嘛听到蛇甲查某人的对话，阿当的心嘛开始受到影响啊！伊嘛开始咧怀疑上帝早前的命令，所以当查某人将手中的果子摕互伊的时阵，伊接过来嘛咬一喙。食了迄个会当知影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圣经讲，伫迄个时刻，因的目睭开啊，因原本就赤身裸体，袂见效，袂感觉真见效。但是食了即个善恶的果子了后，因的目睭的迄个视力无改变呢，总是因的心、因的灵改变啦。所以，因忽然间感觉家己赤身裸体是一个真见效的代志。当上帝来到园中，四界行动，因两人听到上帝咧行的即个声音，就眯起来，闭伫树篮的内面。其实上帝知影因伫倒位。上帝甲因话迄个人讲：“你伫倒位？”阿当就讲：“我听见你伫园中咧行，我就惊吓，我就眯起来，因为我赤身裸体。”伊的心、伊的灵受到改变。上帝问伊讲：“你哪会知影？你哪会知影你家己是光体？你哪会知影家己是赤身裸体呢？你是毋是食了我禁止你食的迄丛树的果子吗？”阿当的回答是：“你甲我做伴，互我会当做伴，迄个查某人摕果子互我，我就食。”上帝问查某人讲：“你为什么安尼做？”迄个查某人甲回答讲：“蛇甲我欺骗他，我就食伊啊。”查甫人，拢将违反上帝命令的行为撒互别人，讲迄毋是我的毋对，迄拢是别人摕互我的。迄拢是别人诱拐我，敢真正是安尼吗？上帝看见因，拢无要承认家己的过错。上帝爱因为着家己的行为，以及违反上帝命令来付上代价，所以上帝要宣布伊的处罚。大声是对着迄只真聪明搁诡诈的蛇，讲你爱一世人用腹肚咧行，而且爱食即个土粉，这是对蛇的处罚。圣经安尼描写，其实是用着
迄个时代古早迄个晋东文化的内面，咧描写着迄个台营的即个国家咧对待遐受掠的人的一种侮辱的方式，蛇爱受到即款的处罚。第二是查某人，上帝要增加伊怀孕痛苦的迄个不舒服伫伊的身躯顶，互伊伫生囝儿的时阵爱受到侪的疼。但是上帝并无去消除讲取消伊要互人的即个使命。上帝无取消，迄个使命就是爱人去生养侪。上帝佫要互即个查某人的处罚是，伊要互伊来争权。查某人甲查甫甲伊的丈夫，袂因为即个痛苦，因中间的即个亲密的关系就无去，总是因要得到迄个权，即个权会造成即个紧张的关系。所以伊讲，你爱互你的丈夫来管。上尾是亚当，因为亚当听了伊的某的话，食了即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这是上帝所吩咐袂当食的。所以亚当的处罚牵连到至上帝所创造的即个土地。土地爱因为亚当违反即个命令，受到咒诅。亚当爱一世人劳苦，才有法度生产有够食的这个粮食。土地毋是干那生产因要食，阁有生产出刺皮、野草，会影响到伊遐的粮食的收成。所以亚当爱流汗。伊才有法度食得饱，一世人拢爱无停咧工作，直到死。上帝讲，你本底是对土粉所做，上尾你爱转去到土粉的内面。所以咱看到，伫上帝处罚的内面，查某人面对生产的痛苦，查某人面对生活顶面的劳苦。其实这是上帝要保存咱人伫即个世界的一个作为，因为这两个拢是甲生命的延续有关系。生产是后一代，食物是要延续人的生命。所以亚当这个时阵，甲这查某人号名叫夏娃。原文的意思，夏娃是一个生命。所以讲，伊是咱人类的母亲。所以咱会当看到伫创世纪的内面，咱读到第3章的时，上创造人的意思，毋是要甲咱人处罚。上帝要求用伊的疼，咧为着亚当甲夏娃，因赤身裸体即个情景，用一个野兽的皮。甲因做衫，互因穿。当上帝宣告了蛇、夏娃、亚当因所有面对的处罚的时阵，这件事敢若过一个段落了。不过，人抑阁是有即个，伊已经得到即个会当知影要安怎分别迄个善恶的即个智慧。因伫即个时刻，甲上帝一样啊。因袂阁顺服上帝啊，所以上帝讲，因若是阁留伫即个爱甸园的内面，因若去伸手挽另外一丛生命树的果子的时阵，因就会有一个永远活的生命。所以上帝决定将因赶出爱甸园，伫爱甸园的东边设立即个基路伯。有火在倒的遮的钱，防止人去接近这个园中生命树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蛇影响到查某人，
确实互查某人照着伊的即个意思去做代志。亚当因为查某人是伊所爱，受到查某人的影响，食了即个善恶树的果子。但是伫即个过程中间的对话、讲话，其实因所讲的话有影响力的，毋是因。上帝才是掌握全场，上帝讲的话才有准算。咱伫无共款的群体中间，咱拢会有一个现象，有可能咱拢咧讨论逐项的议题的时阵，伫即个团体内面，啥人讲话才准算呢？咱若对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有可能是领导者，有可能是即个有真侪资源的人，有可能是即个有话语权的人，有能力的人，也是讲伊真后辩论的即个人，等等，总是伫上尾，咱拢去同意某一位所讲的，咱拢会同意即个结论，咱就往迄个方向去做。咱伫社会中，咱伫咱的公司，咱伫咱的家庭的内面，其实咱爱知影，因为伫咱的信仰内面，上帝所讲的话才准算，所以咱爱听上帝的话。今仔日伫上帝的判决的内面，人必须要离开美好的爱甸乐园去生活。人的生命伫即个艰难的中间，会有侪侪痛苦、流汗、甲扭曲的遮个欲望。迄是因为咱人违反着上帝命令，就必须要去面对死亡。不过，莫忘记，上帝是疼咱人的，所以伫今仔日第3章的这段记载内面，毋是咧单纯讲咱人无顺服，然后做了上帝所无欢喜的故事。今仔日这段记载是一段有关上帝咧回应咱人的一个事实。当咱咧面对挣扎的时阵，当我们在面对挣扎的时候，当食果子一定会死的时阵，上帝依然疼咱每一个人。上帝坚持，互人有一个延续的生命。所以，不管咱人伫爱甸园内面，也是伫这个园外，人最后拢爱照着上帝的方式来生活。上帝互咱有自由的这个权利，互咱有这个选择，选择咱要安怎来生活。所以，互咱人会当发展出侪侪的可能性，互咱伫咱这个世界中间，咱伫这个痛苦的内面的时阵，会当有显出多元的色彩。这一切拢是伫上帝的计划内面。旧历的新年要到啊！当咱咧甲咱亲戚朋友聚集的时阵，当咱咧甲人分享咱生命故事的时阵，当咱咧分享咱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所有一切事的时阵，咱会记，互上帝话语成做咱的中心。咱会记上帝所讲的才准算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愿感谢你，你看顾阮。透过亚当夏娃的故事，阮知上帝你疼阮每一个人，你看阮每一个人拢是好的。
当阮看到、听到即个世界侪的消息、侪的事物的时，阮要转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甲人分享的，拢是对你遐来的稳定听痛，互阮所看见的，拢是极水的。愿主帮助阮，互阮伫旧历新年的时阵，阮甲阮的亲人、朋友咧相聚一的时阵，阮拢用感谢的心来分享上帝你的听。阮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同齐过来吟圣诗，圣诗160首，诗曲我需要主，诗曲我需要主，极大慈悲，就听我主的声，就会欢喜，求主应验我心念，诗曲甲我伫地。我羡慕这好福气，我来就你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诗曲我需要主，极大主名，就听我主的声，就会欢喜，求主。请坐。这是咱要来社青团契会长的就任。顶礼拜因为会长道学的无拄好，所以无法度来就任。今仔日咱要特别来为伊来做这个就任。咱请社青团契会长黄文琪来到台前。
这是要来举行社青团契会长的就任。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安尼讲：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，恁着坚固，无摇掣，常常尽力伫主的工，因为知恁着着我伫主，毋是空空。咱今仔日要为着社青团契会长黄文琪来就任，即时我有2个爱你来誓约的问题，请你斟酌听，然后来誓约。第一，你要领受社青团契会长的责任，你有确信这个是上帝的召命也无？第二，你要领受这个职，你着我去教会的头耶稣基督，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务，你约要安尼行也无？这时我要来宣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东会小会的官兵，设立你做本会社青团契的会长，着谨慎你本身的行为，以及你的所做，常常关心伫这项事，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拜上帝，阮今仔日设立黄文琪，伊来就任社青团契的会长。愿主你赏赐伊属天的平安伫伊的身躯顶，互伊咧面对社青团契一切的事务的时，拢有上帝你同在，有你的平安，有你的喜乐。恳求你赏赐属天的智慧伫伊的身躯顶，帮助伊来管理带领社青团契，互这个团契是充满着上帝你的听甲维护的一个团契，互这个团契会当见证上帝你的名，互每一位客友拢会当领受着受着造就的恩典。愿主亲身祝福伫伊的身躯顶，祝福伫社青团契的内面。愿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这时有一个秘书要互你。继续为社青团契来祈祷吼。若恁有熟悉的社青吼，社青你就甲文琪讲，伊拢会去关心，然后甲伊招呼。咱搁一届并拍我甲鼓励伊。这是请咱闭万心来奉献。
济。这是我来报告。咱未报告提醒，请咱来看第2面。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咱来念2遍。请。因为我要怜悯因的不义，无过纪念因的罪恶。希伯来书8章12节。因为我要怜悯因的不义，无过纪念因的罪恶。希伯来书8章12节。好，请咱来看隔壁面第3面。我来报告下周的圣工分担。下周司礼是张一如执事，司琴是张信邦兄弟。献诗是优质，因为拄啊好是新春吼，甲礼拜日，因为拢是过年休困，所以圣乐队嘛无献诗，所以请咱会当唱的吼，第几首？538首，请咱若会晓唱的，咱同齐吼，拢来献诗吼。诗献是张景伦执事甲柯冠成执事。交代是张景伦执事甲李若愚姐妹，音控是李承勋兄弟甲丁建团兄弟。因为下礼拜就过年啊，所以侪聚会吼，团契聚会拢休困。但是拜三还未过年哦吼，拜三还佫爱照常。所以拜三的查经祈祷会，主理是柯牧师，司会是林中豪执事。要看的是圣经撒母耳上卷第9章。下礼拜因为新春真少去碰着吼，礼拜日甲新春拄啊共一天吼，真毋知偌久才去碰着一遍吼。主理是柯牧师。经文甲圣诗拢伫个遮吼，题目是献上家己。请咱掀开第6面，咱来看教会的消息。第1点，小会召开定期会员好会，咱要定伫2月12日要召开2023年的会员好会。第2点是。本主日上午11点，伫会议室，咱要进行旧年度2022年全年度的账册检查吼，请咱各团契带着迄个账册吼，甲凭证来检查。第3是圣诞节的检讨会，甲礼拜组的开会，伫本主日12点半。伫地下室要召开圣诞节的检讨会，甲礼拜组的会议，请相关的同工来出席。第4点是教育组、教育团契组，会通知吼，成人主日学甲白话字班，咱拢要对2月要来开课吼。时间是下晡时的1点到2点吼。请咱会要参加的人会当去伫办公室遐来报名。第5点是新春清明礼拜，1月22日，就是后礼拜日，嘛是拄旧年的初1，吼，要举行新春礼拜。是后礼拜是当天吼是联合礼拜吼，只有1堂吼9点开始。吼，我头拄有讲过要献诗，参加献诗的人吼，是538首吼。第6点是春节，伫咱过年的即个中间吼，伫1月20日甲1月27日吼，拄啊是农历年的春节过年吼，教会团契侪拢是休困啦。若有啥物重要的代志吼，请咱联络咱的科牧师吼，电话伫咧遮。伫外长老是苏长老吼，电话嘛伫遮，有代志咱会当联络着牧师也是长老。第7点是少年团契要伫1月28甲30日要前往台南举行生活营，请咱兄姐
替因代祷吼，互因的信仰甲生活会当结连。好，请咱遮嘛有侪迄个身躯软弱的肢体吼，请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代祷。今仔日有新的朋友吼。平安。这是咱来介绍新朋友。第一个要介绍是陈辉金兄弟。辉金兄弟伊是咱主人兄弟啦，吼，伊平常时是伫林良山庄咧聚会，吼，伊讲伊大学的时阵嘛，有一段时间吼，伫咱基督教会咧聚会，吼，徛伫咱目沙遮尔，所以欢迎你以后若有机会，吼，常常会当来咱咧聚会，来咱庄来聚会。第二位是王俊祥兄弟，伊10点的时阵已经先离开啊。咱有甲请教，伊讲伊目前有基督徒，伊真细汉的时阵伊的外妈，伊外妈有带来咱教会聚会啦。总是伊外妈已经无主人了，伊进前讲伫挪威，最近回来时阵，伊今仔有机会来，伊嘛上帝感动伊，伊嘛家己咱附近遮尔，上帝感动伊，继续不停来到咱遮聚会。以上是今仔日是朋友介绍。真欢迎你，后边拢会当，逐礼拜拢看到你吼。来，咱来吟线尾边的诗396首，396首。打尾线会求主赐福，今时煞要请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盼望甲救赎，信心的帮助甲扶持，甲恁众人之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免。
咱彼此请安。